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14，诗篇119篇12节安尼讲：耶和华，你是应该受懊恼的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教示我。三角来祈祷，应该受懊恼的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阮的气力，是阮的诗歌，也是最阮拯救的主。主啊，你是阮的关台，你是阮的避难所，我要避伫你的膝骨下，得你的保护甲看顾。主啊，你要做阮逐时逐刻的帮衬，互阮伫困境中通倚靠你来得胜。主啊，愿要尊你最大，因为你是至悬至大，无人通比的上帝。主啊，宇宙万物拢是因为你的旨意来创造，阮的性命也是你所想事。主啊，时刻愿要尊重你。主啊，你是应该受阮懊恼的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教示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